再来看桃园哦，即届的进度毛5级，桃园机场有几个所在的天棚佮墙拢受到损害，加载航班哦拢正常。伫桃园的市区哦，有一寡灾情，有真侪大楼的外墙哦，拢有铁路落落来，有人哦因为电梯熊熊失电，掉伫电梯内底。 机场旅客叽叽叫转台大地动，桃园进度要5级。桃园机场一航下大型壁面落落去，二航下一边大厅甲人道拢有天棚落落去滴水，清洁人员无闲咧清理。店头商品也落到柜头卡，有2名本国籍的越南籍旅客被工伤，冰火了后继续行程。有没有吓一跳？印尼旅客哦，印尼有没有这么大的地震？ 没这么大哈，哇，真的吓到。陶器公司总经理范浩伦也在2航下巡视了后，赶紧去应变中心开会，各单位现地巡检。跑道家庭讲，经过2摆关起巡视了后，确定正常，航下通关也正常，班机拢正常起降。正要到 OCC 去啊，紧急应变会议。对，我们同仁已经在运作了。 机场职军也启动紧急应变小组，全线列车暂停营运，用空车执行慢速巡检轨道作业。1点钟了后，顺轨完成，恢复营业。影响25列车，一班1500旅客，因为一直有地动尾无法度确保机车运送班次，早起10点半开始停止有班登机服务。另外，桃园市区也发生难产的灾情。 有民众手机翕中立，国华饭店游泳池水一直向下开压，兴国市场边2个10栋的水塔倒去，好在无人受伤。本来水塔就在那边的。哦，刚倒掉有没有很大声？我来的时候就倒下去了。就倒，没有人受伤，没有压到人，没有压到人，还好。还有中立的小800岁老旧大楼铁路落落去，所过100岁外边铁路也落落去，好在过路人无什么要紧。它就是一片一片碎片掉下来，就一直掉下来。然后刚刚有行人走过去被砸，我是看没什么大碍了。瓷砖掉落大楼，已立即派员进行安全巡查，并要求加强防护作业。 一场地动，桃园有未少难产的灾情，那件是落落去的物件共享52件电梯受困，一班3000多件停电陆续恢复当中。第7线10点2刻有石头落来，单向通车，记者综合报道。